แม่นบอก他也还嘛不好，也还不好食呀。这年轻人迄个较奇怪哈。我伫遮服务4年啊，毋捌搁开会呢。这拄啊头一家讲年景开煞，采收了搁开会呢。有属于啦讲，因讲伫遮老辈讲，伫遮讲7、8、10岁老大人讲伫遮为王爷讲服务讲规世人啊嘛毋捌开着即届会。是气候问题还是安怎？应该是气候问题吧，无毋捌安尼呢。啊，是这王爷较加持。应该阮王爷要发挥啊啦。咱这是啥物王爷哈？周王爷。周王爷哈。嘿。咱这年景有几丛？咱这年景哦。5、6丛啊。5、6丛，干呢有这2丛啊较。干这2丛开了，这2丛万花了，无其他。拄采收了，拄个万花。嘿，拄啊采收了尔，甲个万花，已经拄啊采收了尔。真奇怪吼！哎，真奇怪，有水啊，历史啦，毋捌拄着安尼啦。有史以来吼，会使讲这年景拢已经5、60年的年景啊吼，毋捌讲安尼开花压了，搁再开花。等咱年景采收了，随开花。嘿。这一般年景吧？一般，毋是讲特殊数据啊，是讲10月景，这是一般。这年景食起来口感安怎？伊这有接机过啊吼，伊这真有肉，伊这几丛的年景吼，会品种拢足好诶。尼即摆有足侪信徒来遮运动时，看到这奇怪的状况无？有来，大家看到拢讲，奇怪，都年景都毋是即阵开花呐，即阵咧开花安尼。拢开规档，开遐地，开10趴的年景花，遐大趴啦。你注意伫遮毋头一个看到这奇怪怪现象？自甲遮大汉，我嘛捌看到讲年景压了，随搁开花。